鱼你好哈，我有拼迄个 video link 吼。我甲你，要来甲你 invite to speak。Make a moderator 吼，早麻烦你。我打迄个 link， 毋知你会当看会到 video 袂？若看袂到，再甲我讲啊！手机要无电啊。Invite to speak at invite to speak。要安怎甲你 add 做？我度。奇怪。线是吧？还是星？我毋知。我甲你，对。Make a moderator 哈，再麻烦恁斗相共一下。若有需要补充啥物，再麻烦恁，甲我帮我看头看尾一吼。歹势。好，3年，甲你丢入来 ，make a moderator。好 ，OK。我有 share 迄个 screen 吼，有，看会到，好，无问题。好，伫办公室安尼，你若无方便，袂要紧吼。好，咱开始来读吼。第21页，教会公布第4期的第几页？第4期的第5页吼。伊即期就总共8页啦吼，咱已经读到第5页。第5页顶头即个小标题2的部分吼，讲到要教会各地方教会希望伊当财务会当独立。上尾一段吼，咱来甲即寡地名小甲行一遍吼。出一月即个就是跋尾咱昨有看啦吼，跋尾就是伫咧南投县遐，敢若是玻璃的款。你若即嘛华语的念法跋嘛吼，但是这是应该是跋尾吼，跋尾就是跋落尾啦吼。伊毋是伊歹势毋是南投吼，是伫咧台南县的左镇遐吼。哇，左镇遮即个化石园区，好，讲到跋落尾吼。先煞学一下即个词啦吼，但是即个词要查毋知查会着袂吼 ，POAH 跋第8声尾，
第二声，哦，有跋尾吼，跋尾有收，就是跋落尾吼，鬼祟就是跋落尾。啊，跋落尾啥物意思？当然就是对尾顶头跋落来吼。我看早即个跋落尾，伊敢会搁另外，敢会搁做较深入的鬼祟吼。汉字跋落尾。好，有来，好，这就是我要讲吼。你看，伊有两个鬼祟吼。第一个是讲为尾顶跋落来吼，对，这大家知嘛吼。第二个就是画这汉字汉文版的这鬼祟吼，你看无吼，叫做塌线。塌线毋知啥物意思啊？电脑看无意思，看例句就知吼。例句讲火车跋落尾。啥物意思呢？火车安怎跋落尾？火车本来行伫迄个铁基路顶头嘛吼，啊伊对铁基路顶头跋落来，所以就是华语讲火车出轨，就是跋落尾吼。严重当然迄个当足严重啊！伊若驶足慢的是袂啥物严重啊，驶紧就不得了吼，这大条大新闻啊吼。所以你若看，即句我是敢若较早对台铁的，较早铁基路咧上班的员工讲起的，因讲这火车哦，日语的解释就是火车塌，汽车那塌线之类吼，火车塌线，塌线不怪伊汉文版解释就是直接用塌线吼，火车跋落尾就是火车出轨吼。啊，昨昏我讲迄个芭比跋落尾吼，我无注意跋落尾。你绝对找袂着伫个书店有安尼鬼祟嘛？讲欧某咪人伫个 club 啦顶头去跋落尾，哦，本来是顶头的跋落下底安尼，你找无着即种解释，即种书店的鬼祟。但是我会当安尼用，而且大家拢知影意思吼。所有我相信昨昏在场的，当我讲芭比跋落尾的时阵，大家拢听有即个意思，所以。我进前袂记啥物人问我讲啊，你是毋是会当用即个词去讲另外一种情形？就是我迄当鬼祟就是安尼，我就是安尼讲，只要你甲我两个扣通好就对啦。讲咱讲即个意思咱知影，咱讲出来咱两个拢知影，安尼即个词就是会当用。吼，这就是你含伊吼，或者是恁一群人，譬如讲今仔咱一群人，咱讲跋落尾的时阵，咱就是有一个 specific 的 meaning 嘛。吼，就是而且是大家拢知的，所以你就会使安尼讲吼。这就是语言的安怎讲，就是伊的卡兹哟，卡兹哟，日语叫做活用，但是活用的意思是变化啦吼。而且我毋是要讲变化，我是讲语言会当安尼遮尔变巧来使用吼。好，跋落尾，这是个咱读到这个跋尾这个地名后，先煞学这个词。好，跋尾过来是旗后，旗后即嘛大家拢知影叫做旗顶啦吼，伊的较早古早名叫旗后，啥物叫旗后我就毋知吼。因遐敢若有妈祖经的款，我毋知是毋是我读毋着，但我查一下。Google 伊基必考毋知有几岁咯，好，咱查看卖吼。加一下荷兰文，旗后，我记得伊是用即个红叶的叶吼，毋对，所以是旗后吼，是后壁的后吼。哦，嘛是会使啦，写红叶的叶嘛是会使，但是共款读旗后吼，是高雄市旗津区的一部分，伫咧该区的北边。北边就是因为旗后是一个长长的岛啦吼，啊，伫咧北边北边就是哇，迄对面是啥物所在，我真袂记，看一下地图。
呃，蛤蟆星吼，其实我毋知蛤蟆星代表安怎读吼，是我安尼读毋对吼，就是含即个蛤蟆星兑换尔吼，即九位叫做奇鳌安尼吼。南边甲乌熊是乌熊哟，相接。是打狗的发祥地吼，就是一开始因对遮打狗对遮开始发展起来吼。伫咧清国时代有设海关，有电报局，有炮台等等。无讲为虾米叫做奇鳌吼？历史我小紧紧甲看。好，伊无解说为虾米叫奇鳌啦吼，咱倒不要紧。看过就反正因迄当阵叫做奇鳌，啊，过来，旗顶我较早我伫打狗住过一冬，伫凤山住过一冬吼，所以我对遐其实足熟诶吼。啊，旗顶遐有较早有一间迄个餐厅，啊，伊若敢若咧办桌就对啊，伊规片的菜吼，一盘一盘客炒好、煮好，客人咧桌顶仔，你家己去要食，家己去摕一盘，迄当阵一盘100箍安尼。啊，海产足赞的啊，叫做万三吼，万三。我是讲迄间餐厅叫万三，你若去 Google 你就看会着。啊，后来因敢若是兄弟啊，啥分家，所以佫另外佫分一间出来，叫做万几十袂加万二的款。话你拢袂歹，恁若有去旗顶会使去食看觅吼，俗佫大碗对啦，而且佫好食。好，咱佫继续看落吼。其后佫来是竹仔骹，啊，但是竹仔骹即种地名听起来诚普遍吼，毋知查会着袂？咱查看觅啊，竹仔骹。竹仔骹汉语毋知要安怎用吼，咱先用竹仔骹，我又是即个骹啦吼，哎呦，真正有呢。竹仔骹，但是竹仔骹有两三个所在吼。嘉义有一个竹仔骹，台南新化一个竹仔骹，台南后壁一个竹仔骹。所以我讲即个竹仔骹地名太普遍了，所以咱实在毋知是倒位啦吼。但是伫台南都有新化甲后壁即两个所在吼，竹仔骹。过来是。台南有一个所在叫做大骹腿、小骹腿，阮恁若知无吼？恁若去查看觅？大骹腿、小骹腿，汉字安怎写我则袂记，我看觅啊。大骹腿，OK，伫柳营吼，台南啦，叫大骹腿嘛吼。啊，伊隔壁附近尔一个小骹腿啦吼，伫倒位啊？哦，小骹腿小出者，小骹腿，小 SIO 第二声，小。小骹腿，大骹腿、小骹腿是隔壁庄尔吼。啊，你若有兴趣来遮吼，伊遮有一个绿色的磅空，绿色磅空就是绿色隧道吼，就是伊个两边砖树仔足水的。但是我歹势我太久无来，我袂记是倒一条路啊。你若
即马我可能汉的人会去买地图啊，你若去买地图，地图顶头拢会飘，讲即遮是有一个绿色的磅空、绿色的隧道吼。恁则家己去找，互恁知影即个所在吼。因为我较早做空气的关系啊，经过台南关吼，其实我是庄脚所在，逐所在去行透透的吼，所以才知影即种所在。好，过来，这个较鼻头哦，鼻头呢，鼻头，这个鼻头，这也，这个，这吼，这汉字就歹讲啊吼。鼻头，麻豆有一个鼻头，彰化有一个鼻头吼，所以应该是麻豆即个鼻头啦吼。看一下麻豆的鼻头遮，伫遮吼，麻豆咖喱遮，较早麻豆遮就是高速公路伫咧麻豆即遮吼，有一道饮水吼，这足严重，我毋知恁有印象哇，讲起来嘛是20几年前的代志啊，饮水边仔去遐看的时阵吼，面仔青顺顺，足生气的迄当阵的行政院长是谢长廷，叫伊罚徛，当场就甲发现地啊吼。谢长廷面仔臭嘟嘟 ，OK， 我个印象发生这代志啊，伫这麻豆即只。那我相信即嘛可能袂饮水啊啦，为虾物迄高速公路会饮水？高速公路照讲是较悬，为虾物会饮水？我嘛无啥知吼，可能迄个所在较低啦吼。这是麻豆鼻头遮吼。我拄则要讲啥？鼻头吼，即个汉字吼，有时啊吼，伊个地名吼。用汉字写，其实有时就一个歹处吼。譬如讲，你台语鼻头，伊呢，伊会写即个笔字吼。伊遮无吼，即个荷兰文无，所以我看我都用注音来找无吼。伊会用即个笔字吼。我即马伫电脑顶头拍啦吼，但是你若是干那用听的吼，歹势吼。你若讲我声音无去，随时则甲我通知啦吼。即个我拍即个笔字吼，伊是倒手边是耳仔边，正手边是迄个皮肤的皮吼皮，这嘛读做笔吼，所以有诶所在迄个笔台语的笔是水池的意思啦吼，一窟水池吼叫做笔吼，写法呢有拄则迄个土里边的笔吼。嘛有即个，我即马讲的即个倒手边是耳孔仔边的吼，即个笔。歹伫啥物呢？即个耳孔仔边即个笔呢，有诶呢，你若看后来迄个地图有诶吼，就改写做即个笔字，写做土里边的笔字吼。伊意思嘛是就是笔啦吼，就是水窟啦吼，水池啦吼。但是你看汉字，你看即个笔字，你拢想讲即个山坡的坡嘛吼，你着有时你甲读做坡，或者是讲你着甲当做讲是一个地势较悬的所在是坡嘛吼。
啊，毋是，其实伊是一个地势较低的所在，吼、所以照你应该读做 B， 结果已经变做坡去啊，吼。啊，即种所在，我一时也想袂开伫倒位啦，吼。你若以后看到啥物 B 啥物坡，你较注意吼。迄个所在可能颠倒是地势较低吼，会淹水的所在吼，毋是悬的所在。迄就表示讲，迄个所在伊本来迄个本地应该是即个 B 哩吼，B 头即个 B 哩。好，互恁知影即个地名者吼。啊，我为啥物会知呢？因为阮竹北遮有一个所在叫做番仔 B， 但是呢，你看吼，我写做番仔坡，安尼，吼，我写做番仔坡，为啥物？因为即摆汉字都已经变即字啊吼。照你是番仔 B 啦，啊嘛是，其实在地人嘛是搁讲番仔 B 啦吼。啊，伊写做番仔坡啦，啊你若外地人讲啊番仔坡，啊想讲即所在就较悬的一个议论啊是啥物吼？歹势毋是吼，即只较早定淹水吼，番仔 B 遮吼。啊，你看番仔 B 嘛知影意思吼，较早这应该是平埔吼，阮新竹阮竹北遮平埔斗卡斯因大的一个聚落伫遮吼。啊，伊足活即个，阮遮一条溪叫做后壁，阮拢叫后壁溪啦吼。正式地名是凤山溪、凤山溪吼。啊，就伫咧溪埔边嘛，所以你就会当理解为虾米即遮会淹水吼。好，互恁知影遮地名，安尼增加一下你对地名的迄个常识啊吼。我迄篇走对。歹啊，那安尼。好来，过来，即马时间9:50。拄则讲到鼻头嘛吼，B 随便去的。鼻头哦，对，伫咧国道高速公路边仔尔吼，伫咧磨豆迄遐鼻头。过来是小琉球哦，小琉球大家拢知啦，这免加讲吼。小琉球我昨昏讲有一个悲伤的故事吼。其实小琉球因较早原住民，因迄个本来是原住民伫住的所在吼。原住民就是毋是像咱讲台语讲即种的吼，就是因我嘛毋知伊算平埔族啊无算吼，反正就是原住民啊。后来去互荷兰人，规个杀掉啦吼，杀无掉，剩几十个仔吼，押送去印尼做奴隶吼。啊，当然，死伫印尼啊！迄个人无搁转来无搁转来小琉球啊。小琉球的北边遐有一个啥物山洞啦吼，因感觉是美赳的遐啦吼，啊感觉荷兰人甲伊拢杀掉吼，啊村的人送去印尼做奴隶吼。即段故事你若有兴趣再去现吼。足悲伤的故事啦吼，所以小琉球我若，尤其是你若有机会去小琉球吼，北边遐其实无啥人住，迄边敢若是蒙阿波啊啥吼，所以一般人较袂去遐吼。遐就是有遮尔一段遮尔悲伤的故事伫遐吼，一般人较毋知，遮嘛吼。伊若写琉球，应该是小琉球啊。我用即个画青图。为什么这样变到遮热闹？北平遮，我印象中北平遮无啥厝啊，还是我记毋对是南边。歹势吼，足久啊，已经足久以前的代志吼。
我是讲我迄当阵来遮啊，知影即代志，迄是我那差不多要20年前诶代志。好，过来小琉球，大家知我无加讲吼。嘉东啊，过来是嘉东啊，嘉东啊，即种地名我咧足普遍的吼。加一个荷兰文输入法吼，嘉东，好，屏东有嘉东川吼，所以可能是即个嘉东啦吼。屏东阁有一个嘉东乡吼，但是伊是吼，即个嘉是美好迄个嘉吼，林里边两个土啦吼，迄嘉冬天的冬吼。啊，我咧摇这应该嘛是较早古早是嘉东树的迄个嘉东啦吼。看一下地图者吼。哦，伫遮，伫阿里港遮啦吼，就里港啊，即嘛叫里港吼。大山落雨。我要甲迄个画线图摕掉，毋知要安怎摕掉，奇怪，毋知要安怎用。哦，地形啦吼。哎，歹势，我踮遐切画面切来切去切袂准，切袂着。好，嘉东啊吼，对遮讲是屏东吼，过来是嘉半线吼，嘉半线昨有讲过吼，你若汉字写做吉贝线吼。嘉半线应该是伫咧台南啦吼。我可能爱用注音输入法，因为用荷兰文应该查袂着即个汉字吼。这是西拉雅因的大所在吼。我说地图咋无去？伫什么所在呢？国道3号东山服务区这只附近吼，嘛是较外山的所在啦吼。啊，我对这个所在其实我无介熟啦吼，我敢若知影有安尼一个所在安尼尔吼。地名叫嘉半线啊，伊是汉字写安尼，我袂晓读啊。后来才足久以后，我才知影讲哦，这是安尼读法，嘉半线。再来是桥仔头，桥仔头就是高雄县桥头吼。足有名诶，煞袂记诶。较早迄个高雄县诶县长吼，姓易诶啦吼，易廷发啦，因兜啦吼，伫遮吼。好地名，到遮读煞吼。过来，咱来看第3段，论祈祷诶日期吼，9:57。论祈祷诶日期，咱来甲读落。逐所在诶教会，逐年正月初1日，兄弟姊妹着组织来替台湾教会祈祷。来，即句我读一遍吼。逐所在诶教会，逐年正月初1日，
兄弟姊妹着组织来替台湾教会祈祷，吼、对啊，正月初一你着新年，着新历新年嘛。伊遮用一个腔叫做姊妹 MOAI 吼，这应该这是南部腔啦吼。MOAI 妹第七声。漳州腔吼，妹还是妹吼，还是麦啊，泉州腔是妹还是无吼，姊妹吼，姊妹吼，啊，漳州腔是妹，妹会使吼，妹会使，姊妹吼，小妹，这是南部腔啦吼，漳州腔。知影一下，这是无共腔口就好了吼，无啥物特别的吼。好，咱继续读落。迄日得要组织，不论什物时拢通吼，逐教会通家己拍算吼。OK， 家己吼，家己。睇到这边啊，家己第七声啊，我但里底无是有家己哦。但里底无是家己。是毋是无共腔口？吼，确实是安尼吼，无共腔口。漳州腔叫家己，啊，可能是泉州腔叫家己吼，所以家己吼，无共腔口啦吼。这自己嘛，我自己吼，就是家己吼。例句咱甲看一遍吼，家己对家己吼，家己煲，家己开，家己徛马，家己这什么意思？画刀，家己饲鸟，啊无毒，什么意思？这例句看起来真趣味，但是看无吼，咱来看一下日文的版本。家己对家己，家己煲，家己开，家己开吼，歹就是家己开啦吼，家己开就是家己开钱啦吼。家己徛马，家己画刀，家己画刀。家己徛马，家己画刀啦吼，安尼看有无？家己徛马，家己画刀，就是我看日本で馬に乗って自分で先払いする。許して。我著无爱开时间搁查吼，因为我真正是看无。我若平常时我是家己会一字一字拍入去迄个日文的词典吼，去查看即句啥物意思吼。因为我日语无遮好嘛，我只好用词典去查吼。所以家己徛马，家己画刀，看起来是讲。看就是意思，慢慢通靠家己嘛吼，你家己想办法，家己徛马，家己画刀吼。啊，另外即是家己饲鸟，家己饲鸟，黄仔无毒。哇，歹势，这爱开时间落去查啦吼，因为这日本的鬼说我看无吼。
好，今仔日无爱卡这时间早吼，令你再来看，就是我令你早好再来甲含大家分享吼。因为即寡你看即种上简单的词吼，你内底上简单就是平常时你伫咧日常生活当中定来咧用的嘛，所以你看伊个例句遮尔多，咱内底一定有足趣味的啊，就是咱歹势吼，食拍算我看无，我都通含各位分享。家己担家学老芳吼，家己担家学老芳吼，就是家己无嫌家己的物件吼。你若讲华语叫做老王卖瓜吼，家己担家学老芳吼，家己趁腹内吼，啊，就意思你嘛知吼，有个人就是我家己趁家己好食安尼就好啊。家己喙袂甜，家己食家己食家己吼，即家己食家己知啦吼。家己害家己，家己捧屎，家己抹面吼，就是自讨没趣嘛吼。要安怎讲？安尼讲毋知，即鬼水毋知有正确。好，家己吼。好，咱继续读落，10点过3分。标题是第4吼，论兄弟孝拜堂。论兄弟孝拜堂是啥物意思？我无介理解，咱继续看咧吼。因为教会兄弟来往常常爱踮伫拜堂孝暝吼，所以意思伫遮咧讲啊足清楚啊。因为迄当阵交通无方便嘛吼。啊！你讲你去另外一个教会去拜访，去看，还是去遐吼，因邀请你去遐分享啦、讲道啥有诶无？啊！你去到遐，你遐甚至连旅馆都无吼，你着爱踮咧拜堂孝暝吼。地教互传道理诶人备办饭顿，请伊吼。啊，因为你爱踮遐孝。过暝嘛，过暝啊，所以人都爱备办饭顿，就是爱传一顿啊，互你食嘛吼，请伊吼，袂免得加开所费吼啊，因为安尼，所以一定爱加开钱吼，所以对即碟立一个两边的约吼，对即碟立一个两边的约吼。诚趣味吼，即种用法吼，伫一个约，但是讲两边吼，咱就知影两边，两 L-I-O-N-G 吼，两第二声啊，变调阮的全入腔的变调是变第5声两吼，两边。P-I-A-N 变是第7声吼，读悬调，两变。哇，伊无即个字，无即个词啦吼。L-I-O-N-G 第2声 ，P-I-A-N 第7声。两变就是两头拢方便嘛吼，叫做两变吼。你若华语的读法对，两头都方便吼，两变。好 ，Marino 收吼，1976年 Marino 收吼 ，convenient for both parties 吼 ，convenient for both parties 两边拢方便嘛吼 ，both sides gaining advantage 吼，这就是两边。所以伊讲因为安尼，你要踮遐休过暝啊。人都爱去传饭顿互你食，啊，所以人爱加开销，爱加开所费吼。所以所费个会记得昨有讲了 expense 就是所费，所以伫咧台语内底迄种华语零用钱的概念伫台语就是所费吼。所以吼，迄种问你讲零用钱台语要安怎讲？当安尼问的时阵，较简单的回答就是零用钱吼，就是空主笔甲互转去就好啊。即种问法其实足无水准的吼。
因为要问的毋是词要安怎讲，你若要词要安怎讲，汉字逐字逐字拢会使空出白嘛，拢讲会出来吼。是迄个概念你要安怎讲吼？华语的零用钱的概念，或者是英语的 allowance 的概念，伫咧台语要安怎表达吼？表达台语有时啊说甚至都无一个词通，无一个固定，无一个 term， 都无一个词通表达。你可能要用一句话去表达吼，一句话去表达。啊，你讲遮记录的语言无一个 term。这毋是记录，这毋是记录无记录问题，是着台语一个世界内底着无即个概念，所以你只好用一句话去讲吼，因为你要甲解说。啊，你若讲今仔日要真正要叫我用一个词去讲，我着只好用改来个方式，比如讲我着甲即个音直接摕来用做外来语来用安尼吼。即个咱对两种语言的迄种翻译要有即个概念伫个吼，所以莫像迄个。尤其是报纸啦吼，还是网络顶，萤火虫台语要安怎讲？迄个蝉要台语，问这意思一点意思都无嘛？你要安怎讲？你写汉字我逐字都读空出白就好啊吼。应该是问的是讲，你即个概念伫咧台语内底要安怎表达吼？啊，所以。迄个 allowance 的概念伫咧台语的表达时，你就讲所费就好啊。吼，昨手机是有讲啊，所以听起来是敢若较大开销无，其实我无安尼认为，因为我这5块银，互你做所费安尼，就是意思要互你开，要互你用的吼。所以伫台语内底，可能无迄种互囡仔讲固定一礼拜偌济钱安尼，迄种概念，但是伊有迄种概念，就是讲我这钱是要互你开，要互你开用的吼，迄个就是所费安尼吼。好，咱搁继续看吼。所以呢，对即叠日一个两边的用吼，亲像伫鼻头、桥仔头、阿猴、阿里港、嘉义，还是别所在，着另外。设一个伙食堂吼，等下看者伙食堂啥物意思，我嘛毋知吼。凡那兄弟来踮遐歇糜有甲传道理的人食，每顿着出25钱，下伫当年哦，安尼我看有啊，下伫当年就是下伫迄个当讲的内底啦吼。当是一个桶吼，你若写汉字就是一个。伊叫做伙食堂吼，就是食饭钱就对啦，对食饭钱的档迄个讲啊吼，叫做伙食堂吼。即个是暂时若定吼，若爱点较久，着家己煮，家己煮较好势吼。OK， 即2个就好啦吼。第5 10:11，第5长老执事吼，长老是我较头讲过，长老教会因的是集体领导吼，集体决策吼，就是长老咧做决策，长老毋是干那一个吼，可能有几个吼，长老会嘛，所以你叫长老会吼。执事是教会内底实际上你办代志。要安怎讲呢？就是长老是决策，但是实际上你办代志的是执事吼。就是，譬如讲你咧办一个啥物会吼，迄个实际上你要安怎讲？就是顾头顾尾你烦恼这烦恼迄吼，迄个人就是执事吼。实际上你烦恼你发，迄个叫做啥？华语叫做啥物指挥号令、发号指挥迄种，就是执事。台语讲叫做烦恼啦吼，烦恼这我拄则讲烦恼这烦恼迄吼。咱来查一下烦恼发落啦吼。但是发落你若华语的概念含台语的概念无共嘛吼。烦恼。第8声吼，烦恼，所以
法嘛是第8声，法乐，吼，汉字拢写发落，吼，但是你若知影你华语讲发落啥物意思吼，含遮完全无共意思吼。台语的法乐是指挥计划来处理吼，譬如讲法乐家内，就是你厝内大大细细你法乐吼，拢是伊一个伫法乐吼，这例句就是安尼吼。所以我就来讲，执事就是即上伫教会内底咧法乐的人吼。大家教会的因为恁可能毋是对教会较无了解，所以先说互恁知影者吼。大家教会的长老执事，逐月日着一摆来自执祈祷，看有啥物通利益教会，毋免听候有牧师来吼。好，因即个论大会五条事项伫遮拢读煞吼。过来是请进救主吼，这是敢若是一条歌哦，这是一条歌的款吼，4条你看，哆西拉嗦哆咪瑞哆，哆来咪发瑞咪。咪来哆西哆啦啦嗦，嗦哆来咪来哆，嗦哆来咪哆，发发咪哆啦西。伊即个应该是读唱歌音啦吼，会对一撇的这吼。我摇啦，因为我毋知，因为我第一道看到即种谱。哆啦西哆来哆，我咧唱是要唱讲我捌听过即条诗无，但是。我唱到遮拢无啥物印象吼。哆咪发嗦嗦啦啦嗦，咪来咪发来哆，哆西啦嗦哆咪来哆，哆来咪发来咪，咪来哆西哆啦啦嗦，嗦哆来咪来哆，嗦哆来咪哆，嗦哆来咪哆，发发咪哆啦西哆来哆。好，歹势，毋捌听过吼。咱来看即个。歌词就好啦，我若想讲会晓唱，唱互大家听，教大家唱，结果毋捌听过吼。请进救主，吼，即条歌叫做《请进救主》，咱来甲歌词读一下吼。10:15分，歌词应该是读足紧诶，应该内底无啥物好解说吼。旧年伫厦门有搁出一本册，互做圣诗歌吼，是用44首新诶诗。来刻做一本，从中是写从中吼，从中原有经一首来印伫遮吼，就是即马即首吼。好，咱来看。我听耶稣的声讲明吼，恁拢踮即世间。既若劳苦来我面前，逐人拢有平安。我听伊讲，真知欢喜，随时就去找伊，得到常常平安，无死，永踮耶稣身边吼。安尼即段读过应该知影意思啦吼。敢有人？若需要我解说，再甲讲一下吼。你会当留，你楼骹若无方便讲话，你会当留哩，甲伊讲要看要搁解说一下吼。好，即段搁读一遍，我搁继续煞接读第2段吼。我听耶稣的声，讲明，恁拢踮即世间，既若劳苦来我面前，逐人拢有平安。我听伊讲，真知欢喜吼！我听伊安尼讲，真正欢喜吼。随时就去找伊，得到常常平安无死，永踮耶稣身边吼。我听耶稣好声的音，好声就是声音就好嘛吼，好声的音就是声，就是声音就好吼。
真清瓦泉是我，什么意思？真清瓦泉是我，真清是什么意思？我查遮真清哈 ，CHIN 清 CHENG， 拢是第一声哈。无，所以真清就是真正清气，真正水足清嘛吼。真清瓦泉是我，人若喙焦，OK， 我知影意思啦吼。我听耶稣好声的音吼，真清瓦泉是瓦泉是我，就是耶稣讲我就是我的水泉吼，清气的我的水泉。人若喙焦，要送伊啉吼，应该紧紧近我，就是应该紧紧来近我耶稣啦吼。我听伊讲受着勉励，欢喜趁伊就啉吼。咱阁会记无？咱较早有查过即个趁字，趁 THA 第三声吼，趁，毋是趁钱的趁吼，是顺趁的趁，就是顺服道理，顺服人的命令吼，顺服人的意思，就是拢趁吼。所以即只欢喜趁伊就啉吼，我欢喜顺从伊所讲的，我着啉迄个水吼。伊讲伊活泉嘛，我着啉即个活泉。不及活泉就是我的水泉啦吼，不及爽快，精神加倍，永无艰苦的心吼，永远袂艰苦。我听耶稣的声也讲，我是世间的光吼，信我的人会得清爽。若徛光光中央，我听伊讲，举头观看。阳光真正得意，阳光真正得意吼。耶稣真光永远无散吼，照我行到一死，照我即只照是光照啦吼，就是耶稣的真光光照我行到一世吼，一世人的意思啦吼。好，以上是即个歌词10:20分。歌词当然读过就好啦，内底我感觉无啥物事通要特别介绍的吼。好，唱过啊吼。以后若有较好听，有诶时歌真正足好听吼。若有唱着咱再来学吼，真正是足好听。伊迄写诶诗歌吼，较因迄有，尤其是古早19世纪、18世纪写，哇，有诶实在足好听吼。甲即嘛阁你阁听会着吼。哇，你有印象无？这条歌。歌词我拢袂记了了。好，后一页。10:21分，咱阁会使读一下3分钟好了吼。我煞袂记后一页是。第6。第6页，第6页足奇怪吼，是自日信良。歹势，自日信良吼，自日信良，伊对伊调迄个调出一寡圣经内底经文啦吼。自日信良10月吼，咱有个读过啦吼。10月初2。这音可能音无拄好势，你看这怪怪吼。OK， 我知影意思啦，就是讲10月你着爱读即寡经文啦吼，
即寡经节吼，初二10月初二吼，你来读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90，哥林多有2本吼，前书后书吼，因叫后书啦，毋是后书吼，后书第8章第90，恁在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伊本然不无吼，不无应该有早过吧？不无就是富有吼，你若写汉字就是富有，就是所以伊本然不无就是伊本然诚好额吼。咱较惯是讲好额，这是下门音吼，下门音讲不无，因为恁递到善香，善香相款是下门音，咱讲善车善家，伊讲善香吼，所以不无甲善香是相对的词吼，相对的词。伊本然不无，本来就好额，因为恁来递到善香吼，本来好额，但是因为恁即寡罪人就对啦，所以伊善香，互恁对伊的善香来递到大富，就是大富就是大富有啦，大富贵啦，吼，互恁足好额啦，吼，大发财啦，吼，就是伊替恁死，替恁担即个罪就对啦，吼。初9咱继续看咧，约翰福音15章14节吼，恁趁我的命令，趁过来啊吼，读圣经就是即个好处，就是讲伊迄个词吼，较用就是迄贵个，所以你看久就是知影讲啊，即个词就是久来你就绝对会家记起来啦吼。譬如讲你对趁即字，较早你敢若晓趁钱啦，即摆你会晓趁命令、趁意思、趁道理安尼吼，就是要顺从别人的意思。即摆你就会晓去趁的即种用法，你就会晓吼。啊，伫遮趁已经咱今仔就看2遍啦吼。恁趁我的命令，就是我的朋友吼。16初2、19、16是啥物意思啊？吼，我来看无，啊无照时间排，初2、19、16，吼，16以弗所人书吼，这是新约圣经内底的一本书吼，以弗所人书第2章第8节讲，恁才会对恩典得到救，是对信是对信主，毋是对家己，这才是家己啊，对才是家己吼，即嘛是全球去家己吼。我搁即句搁读一遍吼，恁才会对恩典得到救，是对信主，毋是对家己吼，就是讲恁是因为恁信主才有得到即个恩典来得到救吼，毋是讲甲恁家己活老活教好拄活教吼。好，过来是23，即照对是即个数字是啥物意思？我看无吼。诗篇37篇的第25节吼，因是诗篇37篇吼，篇甲篇是共一个汉字，但是读法无共吼。诗篇37篇的25节，我对细汉到老毋捌看见好人受放杀，伊的子孙做乞食吼。来，即句我搁读一遍吼。我对细汉到老，毋捌看见好人受放杀，伊的子孙做乞食吼，就是你若是好人，你会有好的，你会得到好的迄个卡嘛吼。敢要知讲好的卡嘛，就是你会得到好的回报吼，上帝会疼你吼。11月初1。雅各书第1章第5节，雅各书是新约圣经内底吼一本书。雅各书有人智慧无够，着求上帝。上帝教互人就是上帝，伊足够付出吼，教互人的意思是讲伊足会付出去互别人吼。无算恁的弊病，弊病就是弊病吼。这无啥物好，即句其实无啥物好学啦，就是弊病就弊病嘛吼，就是无算恁的缺点吼，恁的毛病嘛吼，弊病吼，恁的温情，恁的缺点吼，拄则讲吼，有弊病。则毋敢讲吼，迄个句吼，或者是第例句，政治上的弊病吼。互咱转来遮继续读咧。上帝教互人无算恁的弊病吼，的确
照恁的所求赏赐恁吼，恁若信上帝，恁求上帝，上帝就赏赐恁吼。袂讲看讲啊，恁是恁有啥物做啥物歹处，啥物恁是歹人，恁是品行无好啥，袂，拢恁信上帝拢互恁吼。无你不管你是偌歹的人，拢互你吼，意思是安尼。对即个小字吼。我著无爱搁读啊。对即个细字啊，咱明仔载再来读过啦吼，甲看过都。我想应该是无啥物特别通好解说吼。但是因为时间到，我著无爱搁读落吼。后手搁2页吼，第4期吼，咱第4期读足慢吼。我看后壁有啥物，应该就是看起来拢是一寡经文，约书亚吼。即种我拢。应该紧读过尔啦吼，因为我无恁大家应该无要听我解经啦吼，应该无想要听我解经互恁听吼，就无恁也无必要啦吼。好，啊我嘛毋是牧师，我也无读过啥物神学啊吼，就算我解互恁听，恁嘛袂信吼。好，所以后手即2页，第8页可能较有物件通好学啦吼，啊第7页一寡经文尔。到遮，甲大家挨杀一下吼。今仔日感谢原来有帮我写一寡笔记吼，感谢台仔顶几位吼，于先甲3年个必上兄吼，啊下底雷亚、Jeremy、Jimmy、Nancy 甲。歹势，我甲你的名袂记吼 ，KW 94Y 吼 ，KW 95Y， 佮安平兄吼，真欢迎恁，真感谢恁陪我吼1点钟安尼，拢听我家己在遐咧讲吼。敢有人要分享，还是讲你今仔日有得到啥物，还是无得到啥物，拢会使讲吼。剩1分钟，无人要讲话。无我点名，好啦，恁大家才客气着。安尼吼，明仔载我遮是，明仔载我遮是拜2吼，我明仔载暗有课，所以我明仔载暗无法度开课吼。爱拜我遮会拜3，就是等于各位会拜4，早起4吼。咱再搁开始来读啊！我会set 个 schedule， 到时阵会寄 notice 互大家吼。好，安尼若无人要讲话，无人要举手，咱今仔日就到遮吼。感谢各位，祝大家今仔日丰富吼，过了日子过了快乐吼。感谢，我来关房。